早晨啊，我係阿 Sam，又係做運動嘅時間啦吓，坐喺屋企可以完成嘅吓，一齊做啦吓，伸直腰放鬆先，跟住兩隻手咧就攞嚟前邊合十啦喎，兩個手踭要壓起嘅，跟住向前推就得噶啦吓，來回做5至10次左右啦 ，OK 吓，而家跟住一齊做咯喎 ，OK 吓，手踭唔好掉低咗佢 ，OK 吓，好，做完之後咧分開手，兩隻手咧就係曲手踭啊，揸住拳頭，手指公攞出嚟喺外邊啦。然後向手指公方向咧，外邊攞起啦，提起下，好似站好咁樣啦吓，來回做喎我哋吓 ，OK 吓，兩隻手喺外邊咧打開嘅，保持手踭角度啦吓，上到嚟嘅時候盡量高少少啦吓，上唔到唔緊要嘅吓，不過都係要喐咯喎 ，OK 吓，好，兩隻手做5至10次左右啦吓，做完之後咧又係垂翻低先吓，跟住一隻手喺前邊，一隻手喺後邊，盡可能抽起個手踭，個身咧可以擺動嘅喎，即係話自由式游水個動作啦吓，將隻手咧喺前邊咧好似撳住個水平面咁樣，後邊嗰隻手咧就記得抽起佢，兩隻手咧來回前後咧個身咧有個轉動喺度，好似游水咁樣吓，個頭唔使耷低嘅吓，自然呼吸啦吓 ，OK 吓，好，來回之後都係5至10次左右啦吓，到腳部分咯我哋吓，一隻腳攞起佢，跟住向外撥擺開，擺低就得噶啦吓，如果你驚失平衡嘅話咧，就扶住張凳啦，來回做嘅吓。單邊腳咧，我哋做咗先吓，5至10次左右 ，OK 吓。提起嘅時候向外打開大髀，跟住合翻埋嘅時候擺翻低 ，OK 吓。另一隻腳咯，攞起嘅時候向外擘開，放翻低，跟住同樣來回咁樣做吓，盡量保持個身咧就係直少少咁樣去完成咧，隻腳就 keep 住一齊做咧，咁就得噶啦 ，OK 吓。好，做完之後咧就放翻鬆啦。最後啦就係兩邊腳咧可以夾腳踭咁樣，好似跑步咁喎，隻手咧準備啦吓 ，OK 啊，兩隻腳喺度喐緊嘅喎 ，OK 啊，好似踏地下咁樣吓。如果你着鞋嘅話咧，就睇下會唔會太過嘈啦吓 ，OK 啊，盡可能提高隻腳咯喎，我哋好似前腳掌揼地咁樣 ，OK 啊，自然呼吸嘅吓，隻手可以加埋搓手喐，小幅度喐啦吓 ，OK 啊，好，做完之後就靜止翻，唔好閉氣吓，而家咧就係大呼大吸喘緊氣嗰個模式就啱噶啦 ，OK 吓，好今日嘅運動咧暫時到呢度先吓，聽日咧我哋仲會繼續出片做運動嘅吓，記得喺我哋嘅頭像嗰度咧撳入去嘅時候咧撳訂閱嗰個掣，聽日咧收到通知咧就一齊再做運動啦。